好話咁快就講到世界盃 G 組嘅球隊啦。咁首先呢四隊就係G 組就係比利時啦、埃及啦、伊朗同埋新西蘭嘅。咁啊，相信大家都除咗利物浦嘅球迷之外，我諗絕對係睇高比利時一線啦。咁首先就講下比利時呢個大叫做出線嘅大熱門先啦。咁啊，絕對係多人識嘅，我諗絕對係之前曼城啦，而家去咗應該係去咗係咪去咗美國同埋地？咁就係迪布尼啦，咁亦都係泰利文斯啦，呢啲係出名球員啦。咁亦都係前鋒，仲有呢個盧卡古啦，同埋杜古啦。咁呢啲係比較出名啲嘅球員啦。咁如果佢哋幾個發揮得好咧，咁出線同埋爭大熱門有機會出到去16強之外咧，亦都係8強，亦都係絕對唔出奇嘅。咁所以絕對係令人睇高一線嘅。咁啊，主要係睇下可唔可以發揮到，同埋睇下盧卡古仲有幾多老馬發火嘅威力啦。咁啊，絕對係睇高一線嘅比利時。咁第二隊就首先係講利物浦嘅絕對球迷嘅支持啦，就一定係埃及嘅沙拿啦。咁但係你話反而我亦都係反而調翻轉，我未必睇好，因為以今季睇翻沙拿嘅水準嚟講，當然你上一季佢攞英超冠軍嗰一季，當然佢好犀利就可以連續贏到啦。咁以佢當年嘅實力巔峰嘅情況之下，咁我當然，但係如果你話今年喺沙拿尤其是喺睇翻佢英超比賽或者佢嘅實力圖之外，佢仲有冇咁嘅爆發力？年紀大呢，我就不太睇好啊。咁你話喺埃及仲冇其他球員能夠配合到佢？就相比之下，如果你單靠沙拿一個話，其他球員呢，我覺得比較令人不太期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呢組出線嚟講，另外嗰兩隊就佢會同新西蘭會相爭啦。反而另外一隊伊朗啊，只係大家都會覺得係陪跑呢啲一定。咁反而新西蘭嚟講，我本人覺得反而睇好新西蘭多過埃及嘅，我反而會覺得係比利時同埋新西蘭出線添。好，咁啊講完埃及啊，就講下另一隊新西蘭啦。咁首先點解我會覺得新西蘭去贏到埃及先？因為喺本人覺得啊，新西蘭佢會個實力比較平均啲，反而仲會有機會去贏到去埃及啲。因為埃及可能比較有其他球得沙拿或者其他球員就比較少啲。咁所以除咗你話佢要贏比利時就絕對有難度，咁但係如果你話相比之下，佢喺有其他人賓韋利啊或者 Chris Wood 呢啲基斯活特去相對之下，反而會覺得比埃及個進攻同埋防守會更加全面，所以我反而睇好新西蘭可能有機會出線添。好，咁啊最後一隊絕對係令人不太睇好嘅伊朗。咁當然啦，你話喺亞洲區嚟講係咪亞洲區？即係喺伊朗嚟講都會唔係亞洲區，應該係唔知邊區。喺伊朗嚟講，絕對係尤其是喺呢一組嘅，絕對係令人排包尾。你話有冇一個好出名嘅球員？Sorry 唔識。咁你話佢要俾人睇好實力啊，同埋各方面嘅冇一方面會令人睇好。咁所以就係絕對係呢檔包尾啦。咁如果本人覺得睇好，就反而可能係比利時同新西蘭有機會出線添。咁啊，暫時 G 組就講到係咁多先啦，下次再講另一組。